同款是環境的問題，來關心這台南市東區忠義黃昏市啊呢，這路邊的水溝內底有紅的甲青的塑膠點，附近的人其實攏怨嘆講，因為這水溝啊是當年攏無清，所以味呢是真歹鼻，甚至閣有鳥鼠，也是講家蛇會走出來，所以因才用這塑膠點甲水溝蓋掉咧。市政府是委員講，佇拜五進前就會提出改善的方案。台南市東區忠義黃昏市啊，到市立病院這搭行，車路所有掛青色、紅色的塑膠點，實際甲拍開來看，下面竟然是水溝掛。附近部分的住戶和店家怨嘆，這水溝啊當年攏無清，內面規個油垢和臭味真重。果不其中，大家就安尼用塑膠點甲水溝掛蓋咧，實際行去市場內，反而是認為市場附近有臭味是難免的。另外嘛，反而講，逐工暗時8點收檔了後，攏有專門的人來洗。都有臭味啊！這水溝啊，就用迄蓋掉的哦。係啊，對啊，阮一點攏愛蓋掉的啊。啥喏講？攏有臭味啊。你哋凍袂掉，敢會凍袂掉？會啊。人咧水溝啊，公司攏有咧清咧。對你敢有困擾，就是這味的部分還是？我也無聞到啥物味，你啥物困擾？水溝比較有味道。有味道哦。右邊比較沒有。臭味互附近的住戶擋袂掉。另外這邊的反啊坦白講，看這是因為驚鳥鼠和家蛇出來爬走。面對地方的環境衛生問題，有明代是氣象市府攏無積極處理，甚至對今年開始針對青溝的問題，前後攏總提案誤解，要求市府就愛清理。不過煞到擔有緣地標無治本，伊要求市府應該就愛隨啟動第二預備金，趕緊買專業的設備。家蛇啦，鳥鼠啊，而家走來走去。係啊，所以你哋環樂工會影響，所以你哋該砍起來，你該走。後續將盤點整個環保局清溝機具的數量，爭取預算來購置。此外，環保局也有委外的清溝的合約。必要時將調度清溝車投入清理。目前全台南有19台清溝車和18台高爾車，主要負責道路切溝的清運。豐台期進前，因嘛講會針對地勢低、高淹水所在加強清理。那市府這邊有要求環保局和相關單位校正勘查，答應拜五進前會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